议员陈树平讲，电动自行车无需要考照挂牌，而且介绍比机车较俗，是真济外籍移工甲关属的交通工具，加上改装盛行，时速甚至会当破100，已经让事故逐档增加，占事故肇事率2成。烦恼年底死伤人数将上千人。对此，警察局长表示，目前拢是用强硬手段来扣车。我们的电动机车不亚于我们一般的机车哦，有可能这个时速会破100，所以我们的警察局也非常强力在执法跟取缔了哈。局长，这一点这一点跟你们肯定了哈。谢谢议员。那你想未来你们的作为是怎么样？它已经超过这个微型电动2轮车的规格，变成是一般的电动机车。但是它却是没有挂牌，这就是已经构成这个除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这些行驶行为，包括这个监理的制度的面的部分，它也违反了，我们就必须要扣车。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都是用最强烈的手段，就是扣车，让它消失在马路上。议员进一步以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立法院已经完成修法，以后电动自行车改名做微型2轮的电动车，需要考照挂牌、抵安全帽甲投保责任险，而且14岁以下袂使驾驶。不过现况65万台旧车有2档的期限，需要审验挂牌，所以要求市府积极宣导，避免民怨。台南新闻，阮志林英光采访报道。